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Canva 計時器 Timer 進度列。上次介紹咗計時器 Timer 進度環，今次介紹計時器 Timer 進度列，可以加喺問答遊戲中增加趣味。做法同進度環一樣，係元素、圖表、選擇進度列，線條粗細最大係20，想有啲就較細數字。係編輯，百分比打入100，可以係元素打入 B， 選擇鍾意嘅圖案，記得設定為1秒。複製頁面，百分比為90。其他頁面嘅做法一樣，更改百分比就可以。完成後睇一睇總秒數是否正確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。